第一眼就中意嘅人根本唔係緣分，原來上世你哋係4種關係。歡迎來到禪僧觀照。你有冇過咁嘅經歷？第一次見到某個人，明明素昧平生，卻有一種說不出的熟悉感。明明從未交談過，卻覺得對方嘅某個表情、某個動作，甚至某句無心嘅話，似係喺你心某個好深嘅地方輕輕敲咗下，讓你幾乎脫口而出我好似識你。好多人將呢種感覺歸結為緣分抑或眼緣，但喺佛教最古老嘅智慧度，背後有一個比科學解釋深邃得多嘅真相。唔係你大腦在思考，而是你累世嘅神識認出了前世嘅故人。世間沒有任何相遇是隨隨便便發生的，第一眼就讓你心動的人，上輩子一定和你有過這4種深刻的關係。阿賴耶識，跨越輪迴嘅記憶倉庫。佛教認為人嘅意識有8個層次，最深的那一層叫做阿賴耶識，也被稱為藏識。佢係一個無始以來就存在嘅意識倉庫，儲存住你每一世嘅所有經歷、情感、業力與際緣。你以為你唔記得嘅人和事，其實一個字都冇唔記得，只係記憶沉到咗意識嘅最底層，沉默地等待住被某一道光喚醒。而道光往往就係一張臉、一個聲音、一個轉身嘅背影。就係點解有啲人第一眼就好似識咗好耐，唔係你嘅大腦在想象，而是你嘅阿賴耶識喺震動。他認出咗呢個靈魂嘅頻率，認出咗呢段係前世深刻交織過嘅緣。華嚴經云：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應觀法界性，一切唯心造。過去、現時、未來，所有嘅相遇都唔係偶然，而是心識嘅顯現，係你與某個靈魂喺時間深處留低嘅印記，以肉身嘅形式再一次走入你嘅視野。第一種，前世未竟的愛人。林女士今年32歲，喺城市度打拼多年，見過太多所謂嘅天作之合，最後以眼被收場。對嗰啲浪漫化嘅講法有一種本能嘅唔信任。直到嗰個普通嘅下晝，佢喺一個陌生嘅城市出差，走進一家隨機選擇嘅咖啡館。他沒有刻意抬頭，卻像是被什麼東西輕輕拉了一下視線，然後就看見了那個男人。普通嘅身高，普通嘅穿着，面都談不上多出眾，但一秒鐘，他的整個身體似係被按咗暫停，唔係心跳加速，唔係面紅，而是一種更奇異嘅感覺，一種我喺邊度見過你嘅強烈錯覺，仲有某種難以言喻嘅，似係終於等到咗乜嘢嘅衝動。更奇妙嘅係嗰個男人繞過了好幾張空桌，坐到了他旁邊嘅位。佢哋冇講話，但係沉默嘅2個小時度，林女士感覺到一種佢從來冇體驗過嘅安定，就好似坐喺呢個陌生人隔籬，過坐喺佢識多年嘅任何人身旁都更想回家。臨走之前，那個男人轉頭看了他一眼，說了一句他到現在還無法忘記的話：我也有一種感，好像我們認識很久了。喺佛教度，呢種感受有一個非常精準嘅名，叫做愛別離苦嘅餘震。愛別離苦係佛教所講嘅8苦之一。人世間最難頂嘅唔係生離死別發生嗰一刻，而是喺離別之後，靈魂入面度永遠冇完全愈合嘅痕跡。2個靈魂在某一世以深刻的愛相遇，卻因為業力的緣故，在那一世沒有走到終點，這道痕就沉入了阿賴耶識，隨住靈魂進入下一輪迴。而當2個靈魂再次相遇，即便肉身已經全然陌生，阿賴耶識深處嘅道痕會喺第一眼嘅瞬間靜雞雞無聲地顫動起來。緊要係前世嘅魔人今生相遇，唔一定係為咗再續情緣，都可能係為咗了結一段未完成嘅功課。也許你們在前世沒能好好道別，這一世緣分讓你們再遇，是為了讓你們學會真正的放手。也許你們在前世彼此傷害，這一世的相遇，是為了給彼此一次用愛代替怨恨的機會。第二種，前世受你恩惠嘅人。張先生43歲年，事業遭遇咗毀滅性嘅打擊，合夥人出走，資金鏈斷裂，團隊解散，最後佢一個人坐喺空蕩蕩的辦公室裏，睇住窗外的城市燈火，
突然感覺自己似係一粒被人遺忘喺路邊嘅石。就喺佢幾乎快要決定放棄嘅時候，佢喺一間小餐館度遇見了一個20出頭嘅後生仔。他們因為一件小事搭上了話，說住，那個年輕人突然認真地看着他問：你看起來很久沒有好好睡覺了，怎麼了嗎？就係一句普通嘅話，冇特別華麗，冇特別深刻，但張先生嘅眼眶喺呢個問題下突然就紅埋。佢唔知點解佢哋素不相識，呢個後生仔冇任何理由關心佢，但一刻佢感到嘅唔係生保人嘅好奇，而是某種深深嘅溫柔，一種佢好耐以前曾經感受過嘅，被某個人真正見到嘅溫柔。好過後生仔陪佢講咗整整2個小時嘅話，冇俾佢乜嘢具體嘅建議，冇幫佢解決任何實際嘅問題，但2個小時結束之後，佢感覺自己身體入面某個熄滅嘅嘢重新光了起來翻。佢哋後尾交換了聯繫方式，但奇怪嘅係，嗰個後生仔之後再都冇主動聯繫佢。張先生發過幾次消息，都只得到簡短嘅回應，然後對方就消失了緊，從他的生命裏悄悄退出。佛教有一個概念叫做因果回向，你喺前世種下嘅每一粒善因唔會消失，只會喺某一個你唔知嘅時刻，以某一種你意想不到嘅方式回到你身邊。或者你在前世曾經喺嗰個靈魂最艱難嘅時候，俾過佢碗飯，一句真心話，一個唔俾佢感到孤獨嘅陪伴。那個善沉入了對方的阿賴耶識，在這一世他換了一張臉，換了一個身份，卻以同樣的溫度，把當年你給過他的東西歸還給了你。呢種姻緣有時候短暫，短到只有一個下晝，甚至只有一個眼神，但它的重量足以支撐一個人行過最黑暗嘅一段路。而那種第一眼就覺得親切嘅感受，唔係愛意，而是某種冇理由嘅溫暖，往往就係呢種姻緣喺你意識裏留低嘅回響。第3種，前世嘅至親骨肉。黃女士在生下女兒嗰一刻冇第一時間喊，唔係因為唔感動，而是因為當護士將嗰個皺巴巴嘅喊得通紅嘅小嬰兒放在她胸口嘅時候，佢感受到嘅第一個念頭唔係我有孩子了，而是你嚟咗。就好似佢唔係第一次見到呢個人，而是某個等待咗好耐嘅團圓，終於喺呢刻發生。仔長到3歲嘅時候，黃女士更肯定咗呢種感覺。有一次，他們正在一起看窗外的夕陽，女兒突然轉過頭，用一種非常平靜的語氣對她說：媽媽，你以前很孤獨，對不對？黃女士擰在原地，唔知點答，因為那是真的。在遇見先生之前，佢有好長一段時間過住一種好孤獨嘅生活。呢件事佢從來冇同任何人講過，梗係都不可能同3歲個女提起。但那個孩子那雙眼睛，在那個夕陽裏看他的眼神，像是一個認識他很久的人。喺佛教嘅親緣業力概念度，至親嘅關係從來都唔係偶然。父母與子女之間的緣，是輪迴眾多緣分理業力最深、牽引力最強的一種。地藏經云：父母與子女之間的緣，皆因業感而聚，或以恩愛，或以仇怨，或以報答，或以討債而來。有些孩子來到你的生命裏，係因為前世佢虧欠了你，一世佢嚟做你的孩子，以血肉之情歸還試過嘅債。有些孩子來，是因為你在前世虧欠了他，這一世他來做你的孩子，讓你有機會用慈愛和付出償還那段未盡的情誼。仲有啲仔係因為喺前世你哋彼此俾過對方心中嘅愛與陪伴，一世以親情嘅形式繼續段相依為命嘅旅程。第4種，前世的冤親債主，係最複雜都最讓人痛苦一種緣分。陳女士喺一個朋友嘅聚會上遇見了那個男人，佢冇特別打扮，甚至完全冇期待會遇見任何人，但就係喺嗰個普通嘅夜晚，喺嗰個嘈嘅餐桌上，他抬頭對上了他的眼神。那種感覺唔係詩歌度寫嗰種心跳加速，而更像是某種古老嘅無法抗拒的重力，一種唔係我想靠近你，而是我好似有同你糾纏過好耐嘅沉重感。
佢後尾形容講，嗰個感覺就似係有一根線由他的胸口延伸出去，綁住咗嗰個男人。唔係佢揀綁嘅，條線早就喺嗰度了。佢第一眼見到佢，只係第一次感受到他的拉力。他以為那是愛，他也確實愛上了他。但係嗰段關係由一開始就唔對路，唔係冇美好嘅時刻，而是那些美好總是伴隨住話唔清楚嘅消耗。他對他並不壞，但跟他在一起，他會莫名的感到疲憊，就像每次相聚都有一部分的自己被無形地取走了什麼。佢明明感覺唔啱，卻無法離開。佢明明已經傷咗好多次，佢每次還是回頭。佛教入面有一種緣叫做冤親債主，他嘅名聽起嚟好嚴肅，但他在日常生活中出現嘅方式往往就係咁，唔係惡人，唔係敵人，而是一個俾你第一眼就動心，但始終走唔順嘅人。他嘅出現唔係為咗俾你幸福，而是為咗幫你還清一筆前世嘅債。當兩個靈魂在前世之間產生了微妙的業力，可能是一方傷害了另一方，可能是一方對另一方有所虧欠，可能是彼此之間的情感糾纏一直會有真正圓滿的結束。這段未了的業會像一根繩子，把兩個靈魂的阿賴耶識綁在一起，帶入下一輪迴，繼續在今生尋找了結的機會。如何正確對待這四種緣分？楞嚴經云：眾生相遇，無一不是業力所禁。有以愛嘴，有以撫育，有以恩待，有以緣自。二者觀之，了知其性，不取不捨，隨緣而化。隨緣而化呢四個字唔係消極嘅隨便，而是一種極高嘅覺知。你明白這段緣從哪裏來，你知道他要去哪裏，然後你以一顆清明而慈悲的心陪他走完他要走的路，既不執着留住，也不恐懼放手。面對愛緣，最緊要發心係真實而非執着。前世嘅愛人，今生再遇係極為珍貴嘅禮物，但呢份禮物需要你以今生的清醒去承接，而唔係用前世嘅執念去消費。突然唔係重複前世嘅劇本，而是喺今生已更成熟嘅要寫一個唔一樣嘅結局。面對姻緣，最緊要發心係感恩而且傳遞。姻緣的意義不只在於個人之間的回報，而在於把那份線繼續傳遞下去。當你俾一個姻緣之人溫暖過，你最真實嘅回報方式唔係揾到嗰個人，而是喺你嘅生命入面成為人嘅姻緣之人。面對親緣，最緊要發心係慈悲而非束縛。親緣業力越深，代表你們彼此在這一世需要學的功課越重，而那個功課往往正是學會以慈悲愛而不以執念綁緊。真正嘅親緣係兩個靈魂喺一世俾彼此最多自由、最多理解、最多溫柔嘅相伴。面對債緣，最重要的發心是寬恕而非了斷。真正能了結債緣嘅係寬恕，唔係嗰種算了我原諒你做嘅表面寬恕，而是一種發自內心嘅真正放下咗嘅，唔再需要對方做你任何嘢嘅清理。當你真正寬恕了，調成會重看，唔係因為對方做咗乜嘢，而是因為你嘅內心不再有嘢需要俾段關係嚟填滿。所有嘅相遇都係靈魂嘅語言，只係我哋大多數時候唔記得要點樣翻譯。佛教唔係一套俾你對緣分充滿恐懼嘅系統，都唔係一套俾你將所有關係都算計清楚嘅工具。佢係一把鎖匙，幫你打開自己意識嘅更深一層，俾你喺每一段相遇度，唔知係憑住本能行動，而是間覺知、間慈悲、間真正嘅自由。此刻你腦海裏浮現嘅張面，嗰個俾你第一眼就覺得莫名熟悉嘅人，你覺得佢係四種入面嘅邊一種？無論答案係乜嘢，都請你今日呢啲思考，回到段關係度，用一粒稍微唔一樣嘅心去感受它，去對待它，去善終它。